刷落来看这诈骗的手法800款，敢若是这3个月来受骗的金额都有900亿。就算讲报案，嘛是有8成的被害人这钱是讨袂回来。这早起，立法院就举行公听会，银行工会是表示讲，因有真美接咧主动诈骗，不过有当时啊，佫会去互刁难，甚至是恐吓，甚至是真无奈。也若是电视协会是提醒，这境外社群平台，也佫有加密货币交易所，都已经变做诈骗的管道，都要特别注意。乌石汽车周围经历做一个包围，原来远景早一步到场，抓到诈骗集团收压榨钱的人。警方继续摆好，就等面交的共犯。人是抓到啊，毋过互骗的钱敢会当约倒来，佫会当摕倒来偌济，这才是被害者佫较关注的代志。这个是某一个案件的虚拟货币的洗钱的路径，几分钟内就可以做这么复杂的洗钱手法。过来诈骗有缘真济，受理的报案数直直增加。最近3个月财损的总金额，逐个月拢有上百亿。有立委也讲，有8成的被害者甲损失讨袂回来，有人批评讲，早期犯罪已经变作上新的强盗产业。经过判断以后，认为真的有异常的账户，我们可能就会先设控。好，那设控之后，也会被呛声说没关系啊，你下班小心一点。要有效拍诈骗，立委召开公听会，找来政府机关、各领域的业者参与会议，讨论安怎公私协力杜绝诈骗。不过银行工会讲，防诈骗拢有做，无奈实务的运作，互刁难、互恐吓。电视协会佫甲问题点指向 Line、Meta 等等的企业，每天花了62.8分钟用 Line 进行通话。那么用行动电话一天花了多久时间在行动电话上做通话的服务呢？13分钟。如果境外的服务提供者都不愿意落地，那么如何透过国内的防诈司法要求他们愿意做服务的提供？过来诈骗恶化，对境外社群平台、加密货币交易所，拢是互点名的诈骗管道之一。虽望政府强调讲，拍诈骗司法明年上路了后，就可能会当压制。不过，敢会当亲像郭部门所讲的同款，佮要看各界的检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